2025年11月的香港，暗雨尚且不斷的愁緒，把這座城市裹得嚴嚴實實，娛樂圈也被這股寒流侵襲得瑟瑟發抖。突然，鄭伊健破產這幾個字如一顆重磅炸彈，在熱搜榜上炸開，瞬間讓整個娛樂版面炸開了鍋。想當年，那個在古惑仔李叱咤風雲的鄭浩南，如今竟被傳4年敗光15億家產。香港淺水灣那套價值6000萬港幣的豪宅據說被賤肉，日本福岡的地產中介公司船虧了數百萬，更有人把矛頭指向他妻子蒙嘉慧，說他就是拖垮丈夫的罪魁禍首。這出看似荒誕至極的豪門崩塌大戲，到底是資本油麾下的犧牲品，全是人性弱點的大暴露呢？2025年11月7日凌晨，夜深人靜，一條叫鄭伊健破產實錄的短視頻在抖音悄悄冒了出來。畫面裏，一個戴着口罩、聲音經過變聲處理的男子，神秘兮兮地說：鄭伊健的淺水灣豪宅已經掛牌出售啦，標價才4000萬，比市價低了1/3呢。這視頻就像一顆火星，瞬間點燃了輿論的乾柴。第二天，港媒《東方日報》直接在頭版刊登了15億家產4年歸零，鄭伊健豪門夢碎的大標題，旋配了像鄭伊健2024年12月接受採訪時的照片。照片裏的他一臉憔悴，當時他就承認早年投資香港樓市虧了錢，旋無奈地說努力工作卻無端負債。這時候，香港娛樂圈資深記者李維嘉坐不住了，他跟本報透露，這根本就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輿論戰啊！11月正好是鄭伊健新電影《久別重逢》的宣傳期，他船在澳門辦演唱會呢，活動安排得滿滿當當，比往年忙多了。這破產傳聞突然就冒出來，時間點也太巧了吧，太可疑了。不過，數據好像在這場風波的荒誕性上添了把火。公開資料顯示，鄭伊健名下其實存有不少資產呢。香港西貢那套老宅，2025年估值大概8000萬港幣。日本京都存有一棟民宿，2024年花2億日元買的。存有和蒙嘉慧一起合資的福岡溫泉酒店，2023年開業，年均入住率能達到80%。更有趣的是，11月8日。蒙嘉慧在 IG 發了張照片，榻榻米上陽光暖暖地洗着，定位顯示在福岡，配文就2字日常。可網友深扒這眼睛可尖了，一眼就看出照片裏那個棉麻坐墊是某奢侈品牌的限量款，單價超過2萬港幣呢。他在微博上質疑，如果真的破產了，蒙嘉慧船能用這麼貴的坐墊？這條評論一下子就獲得了12萬點讚。網友們紛紛議論起來，要想搞清楚這場破產迷霧，得先看看鄭伊健的財富版圖到底啥樣。財經雜誌福布斯亞洲2022年統計過，他巔峰時期資產也就約1.6億港幣，約合人民幣1.4億元，主要就靠下面這些。先說他的房產帝國，香港淺水灣那套獨立屋，2015年花6000萬買的，西貢別墅。2010年花了3500萬，日本京都的民宿，2024年花2億日元，約合900萬港幣買的。商業版圖也不少，和蒙嘉慧合資的福岡溫泉酒店，投資額約5000萬港幣，日本地產中介公司，註冊資本3000萬日元，約合130萬港幣。現金流也挺可觀，2025年電影《久別重逢》片酬大概2000萬港幣。澳門演唱會收入約1500萬港幣，廣告代言費約800萬港幣。香港註冊會計師鄭志強分析說，所謂15億家產根本就是自媒體核編的。鄭伊健的財富高峰在2000年前後，那時候他靠《古惑仔》系列片酬漲了不少，但實際資產從來沒超過2億。這幾年樓市波動，部分房產估值縮水了，但絕對沒到資不抵債的地步。那真正的爭議點在哪呢？就是蒙嘉慧的日本投資。據周刊文春2025年3月報道，蒙嘉慧在福岡開的 H&M 不動產公司，2024年因為日元貶值和當地政策調整，
虧了400萬港幣。鄭伊健2024年底接受採訪時也說過，支持妻子在日本創業，但沒提具體盈虧情況。娛樂圈財務顧問林婉婷則說，400萬對鄭伊健來說就是小錢啦，他2025年的收入完全能覆及這筆虧損。所謂賤肉豪宅，說不定是資產優化呢。淺水灣那套房產持有成本高，育了之後轉投日本溫泉酒店，反而能獲得更穩定的現金流。要是說財務數據船能辯解幾句，那蒙嘉慧的趁日標籤可就成了壓垮輿論的最後一根稻草。2025年3月，鄭伊健在澳門舉辦世界巡迴演唱會，蒙嘉慧作為嘉賓上台致辭，全程都用日語，這可把網友們惹無聊。網友愛國者聯盟直接發起井號蒙嘉慧滾出中國井號話題，閱讀量一下子就達到了3.2億次。澳門歷史學者何志偉氣憤地說，在澳門說日語，這就像在傷口上撒鹽啊。釣魚島事件之後，公眾對藝人的立場可敏感了。蒙嘉慧不管出於啥原因這麼做，都觸碰了民族情感的底線。其實更早的爭議在2015年就有了。鄭伊健在綜藝節目《龍兄虎弟》裏被問到釣魚島貴族問題，他居然說釣魚島是大家的。主持人張飛接着追問是不是認可日本擁有一半主權，他竟然點頭同意。傳說本來沒爭議，後來大家就開始爭了。這段視頻在2025年被重新翻了出來。井號鄭伊健趁日井號話題持續發酵，他代言的某國產汽車品牌趕緊撤換了廣告。公關專家文圖分析說，鄭伊健的悲劇就在於他一直未意識到公眾人物的立場邊界在哪。財務問題全能澄清，可民族情感上的傷痕很難愈合。這次風波本質上就是公眾對藝人道德標準的一次集體審判。在這場輿論風暴的中心，一段匿名爆料把矛頭直接指向了鄭伊健夫婦的婚姻關係。他們早就分居兩地啦。鄭伊健在香港拍戲，蒙嘉慧長期住在福岡。自稱圈納人的網友深喉 V 在論壇發帖說，蒙嘉慧的地產公司根本就是個空殼，剪刀轉移到瑞士賬戶了。鄭伊健的經紀人亞美趕緊通過郵件回應，所有指控都是惡意造謠。我們會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。蒙嘉慧則在日本接受朝日新聞採訪時說，我和伊健感情很好，這些傳聞不會影響我們。不過細節有時候比聲明更有說服力。2025年1月，鄭伊健在節目鄭丹瑞的深夜訪談，李罕燕地談到了妻子，語氣特別溫柔，他做什麼我都願意陪。他傳透露，兩人是2005年在一場羽毛球局上認識的。蒙嘉慧連續2晚去看他的演唱會，他特別體貼，用6個好字嚟形容都不為過。可當被問到是否介意妻子長期住在日本時，他沉默了12秒，最後才說，重要的是我們在一起。婚姻諮詢師鄭美琪解鬥說，這種沉默比任何辯解都更有力量。鄭伊健性格隨性，蒙嘉慧則比較強勢，兩人性格差異挺大的。當年他和梁詠琪分手，導火索就是女方嫌他無所事事。現在蒙嘉慧搞商業冒險，說不定是另一種形式的控制欲在作祟。拋開鄭伊健個人的爭議不說，這場破產風波其實也折射出了香港娛樂圈的深層危機。據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2025年報告，本地電影年產量從2000年的234部一下子降到了2025年的47部，票房過億的作品只佔12%。像鄭伊健們這樣的藝人，其實就是在行業威縮下苦苦掙扎的個體。資深導演王晶在一次私人飯局上感慨地說，他不是第一個遇到這種困境的，也不愧是最後一個。當年我們捧紅一個藝人，他能紅20年。現在的新人3個月就過氣了，鄭伊健至少存留下了《古惑仔》《風雲》這些經典作品。現在的流量明星有啥呢？這種焦慮在鄭伊健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。2025年，
他又是拍電影，又是舉辦演唱會，船得打理日本那邊的生意，工作量比同齡藝人大多了。助理小林透露，他就像在和時間賽跑一樣，有次在後台，他盯着手機裏的日元匯率，突然說，如果現在退休，夠我們活幾輩子，但很快又搖搖頭說，不行，船得給蒙嘉慧的投資兜底。香港稅務局2025年公開資料顯示，鄭伊健過去5年納稅額一直穩定在800萬、1200萬港幣歐間，沒有異常波動。據知情人透露，鄭伊健早在2018年就買了巨額人壽保險，受益人是蒙嘉慧，保額超過1億港幣。2024年，他旋向香港人同癌症基金捐款500萬港幣，創下了個人單筆捐贈紀錄。財經作家沈南鵬在專欄裏寫道，這些數據說明鄭伊健的財務狀況遠比全民健康。所謂破產，更像是公眾對富人原罪的一種集體投射。當明星不再完美，摔落神壇的戲碼永遠都有市場。2025年11月14日，福岡的楓葉紅得像火一樣，把酒店後山都染紅了。鄭伊健和蒙嘉慧蹲在地上，手裏捏着金黃的落葉，手機屏幕上的輿論風暴跟他們好像沒雜麼關係，只有溫泉水蒸騰的熱氣，模糊了歲月的痕跡。蒙嘉慧在 IG 最新動態裏寫道，我們只是想過自己的生活。配圖是兩人牽手的背影。這條動態獲得了23萬點讚，最高讚評論是，真正的破產是失去選擇生活的勇氣。或苦，這場風波最大的諷刺就在於，當公眾忙着審判鄭伊健的財富和立場時，他早已在另一個擁度找到了足於自己的成功。不是看豪宅有多少，不是看熱搜排名有多高，而是清晨澆花時妻子那溫暖的微笑，午後溫泉裏山鳳輕柔的撫摸，傍晚街角那碗熱氣騰騰拉麵的溫度。11月15日的記者會上，鄭伊健最後說，人存在，剪沒丟，臉也沒丟，只是以後我會更小心說話。